今次為大家介紹嘅就係喺深圳嘅陶陶居。今次介紹嘅陶陶居係位於江夏卓越中心東區2樓，由福田口岸搭2個站到江夏站 B 出口就可以直接到卓越中心㗎喇。陶陶居嘅門口都係以金色招牌為主，寫住中華老字號。行到入去都見到佢有啲獎牌嘅，見到有2021同埋2022嘅米芝蓮推介。我哋入去呢，就先嗌咗4樣點心先。首先嚟咗個順德炸鮮奶，見到個樣都係比較乾身，外邊係刷到金黃色嘅。食落去嘅味道就一般，奶味唔算特別突出，只可以講普普通通。呢一籠係黑蒜菊花燒賣，見到呢一籠嘅點心都出晒煙嘅。食落去呢，就冇乜黑蒜味，菊花味都有少少。個燒賣啲肉都好新鮮，食到濃郁嘅豬肉味，啲豬肉同菊花都幾夾。再嚟一籠陶陶居大蝦餃，呢一籠嘅蝦餃只有3隻，蝦餃嘅 size 都唔細嘅。食落去啲蝦都好新鮮，而且好大隻。另外仲食到一陣好濃郁嘅麻油味。呢碟醬汁鳳爪味道都唔錯，味道非常之濃郁，而且夠辣。另外啲花生十分之好食嘅，啲花生力到我食到唔停口添。跟住落嚟就係紅米腸，呢度有6件，仲有花生醬同埋豉油點，但係啲花生醬同豉油倒咗落去都唔係覺得好夠味嘅。但係咬落去嘅時候就發覺油炸鬼非常之鬆脆，而且啲蝦都好新鮮同埋彈牙嘅，味道相當之唔錯。我哋除咗點心之外，仲嗌咗一個例牌燒鵝，估唔到呢個燒鵝相當有驚喜，佢啲汁好濃郁，而且燒鵝嘅份量都唔少，啲肉地同埋啲皮肥瘦均勻，點落啲醬汁度，更能提升燒鵝嘅味道。我哋最後仲嗌咗碟菜心添，呢一餐埋單要335蚊，6樣點心，一碟燒鵝，價錢唔算特別平。總括而言，呢度啲點心都係新鮮製作，水準之上。呢度嘅燒鵝味濃郁，而且肥瘦均勻，值得推薦。今次嘅分享係咁多，多謝大家收看，下次再見。